敬道、心性的美福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姐，咱今仔日真感动，就是伫妇女的主日中间，咱的姊妹用感谢上帝的声来见证上帝伫一生中间的供应甲带领。今仔日咱要做伙庆祝这个母亲节，咱要对心中来互相祝福。首先要恳求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经文来送予在座每一个妈妈，因为这两段的故事伫圣经中间拢是非常的重要。今仔日咱两个姊妹，其实教会互因的时间实在是无够，较长的时间嘛无够，互因对起初到今仔日一句一句来讲因一生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。虽然咱中间无逐个姊妹拢起来做见证，但是愿上帝伫今仔日丰富恁的生命。牧师要代表教会，甲所有在座的姊妹讲感谢的话。多谢恁伫教会内底大事小事真侪遮的代志，若毋是恁的侍奉，教会就无今仔日亲像一个家庭即种的温暖。无论是准备爱餐，无论是人天光就来教会扫涂骹，无论人伫即个教会来闭万心来吟诗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的每一个姊妹。今仔日咱第一段的经文是犹太人中间因的家庭中间足重要的经文，伊拄记伫迄个箴言的上尾一段。这段话互称做好鲁德的祈祷而落的话才得颂。这是犹太人因伫因的家庭生活中间一足习惯，伫安息日的暗暝食暗顿了后，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就是礼拜日。安息日犹太人因伫即个天落了后，就算安息日的开始。因食了暗顿，丈夫就每一届暗顿的时阵食饱了后，拢会读一段圣经的话，按因用背。因为伫旧约的中间，犹太人无每一个家庭拢有一本圣经。这段话就是伊的丈夫读互伊的负责人，不是情书，但是这段话讲了真水。伊讲能力与威严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情境就喜乐，他开口就有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这个丈夫伫每一个安息日食饱了后，伫迄个暗暝，伊的丈夫读这段话，其实就是咧甲伊的囡仔讲：孩子，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棒的妈妈。这恁知这个意思吗？牧师讲这段话，要甲恁儿女、甲恁鼓励，因为这个落去伊的丈夫讲：世间迄个有才能、有好品德、好品格、好努力的查某囡仔足侪啦，但是独我的太太就是世间是界第一。台湾话翻译讲界第一啦，有够水的一句话。兄弟姊妹，你爱甲你用这个放在你家己不是骄傲。你讲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虽然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但是你赏赐我伫这个世间有一份上好的生命。这是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代表教会甲所有在座的妈妈，包括已经做阿嬷的人。咱的教会40要强正40年，咱爱惨无停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教会的时代人过去的遮的像本日张老娘本日七个张老娘，因为教会头一日开始有爱餐，一直到今仔日。一个家庭若无有负责人，迄个家庭就很乱，不成家。我丈夫伊的负责人结婚离开世间了，伊丈夫煞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因为一世人是我靠伊的丈夫我靠伊的太太，不是我靠伊丈夫。困醒起来，伊的太太就甲伊蒙床头准备好，今仔要穿的袜今仔要穿的衫，今仔要穿的裤今仔日要夹连的骨带，爱个真漂白去上班。负责人就离开山，坐伫迄个蒙床头，毋知今仔日要穿着一件衫，今仔日要怎样？咱今仔无要讲感伤这代志，但是愿天父上帝好在座所有每一个姐妹
教会给恁儿乐的不是这一个母亲节的礼物，教会给恁儿乐的是上帝，伫世世代代互每一个家庭做妈妈的人，做父亲人的人，特别伫教会内底做父亲人、做妈妈的人。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恁的一生得到荣耀。这是箴言中间伫犹太人的家庭，因的伦理真要紧的一句话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两段话，互咱在座的姊妹，今仔日恁对家己自我有一个肯定，讲我虽然是一个真卑鄙的人，但是万世代伫今仔日开始到永永远远，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也愿在座的姊妹，看恁家己做宝贝。咱人生顺境逆境，毋是咱会当境，但是咱会当伫上帝手中经一个好得无比的生命。今仔圣经有一个人，伊叫做玛利亚。当上帝伫伊的人生中间做一个计划，伊伫圣神伫这中间甲伊讲有一日要发生这样代志，因为你要为上帝生一个囡仔，你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甲迄个天使应一句话讲。太有这种代志咧！天使甲伊讲，既然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话是无带有能力的。后来，当圣神甲伊解说了后，伊回答一句话讲：“我是上帝的女婢，就照上帝的应允去做。”我要鼓励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教会内底无论做长老、做女长老、做女执事，有无？迄拢毋是上重要。伫教会内底，你就是上帝看做宝贝的负责人，好不好？愿上帝赏赐恁一份真荣耀的活命，恁亲像玛利亚，就安尼接受讲，上帝照你所讲，照你的旨意去成就。我是一个卑微的女婢，我虽然真卑微，但是有一日，上帝我的后代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今仔日的圣经这两段话，第一段伫箴言，伊叫做美德妇女颂。这段话是伫一个家庭中间，咧教囡仔尊重、尊敬老母。丈夫嘛，因为安尼来感谢伊高举伊的负责人。伫一个以男尊女卑的社会，但是丈夫用安尼做因的信仰。兄弟姊妹，中文有一个字叫做好，你敢知这个字要安怎写？我毋知为什么中文较甲这个好写一个女字旁，然后写一个字。意思我人生孤单毋好，然后上帝匹配我有一个负责人，有一个女人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是好的无比，是不是安尼解说太牵强了？但是中文这个字太水，兄弟姊妹，一个家庭有一个负责人，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太太，这是上帝所创造婚姻的内底。第二段，咱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中间，牧师要用箴言这段话来感谢咱在座教会的姊妹。第二，我要用玛利亚伊的祈祷来甲咱年轻的教会的姊妹、查某囝，特别查某囝、查某囡仔，甲恁讲，恁爱用玛利亚做恁的祈祷，用玛利亚伊的信仰做恁的信仰。伫传统教会修道院的灵修，逐日的阴暗的祈祷会。读这个阴暗的晚祷，一定读这段话。恁会感觉奇怪，一个神父较用叫做圣母颂，玛利亚的祈祷，其实这无分男女。伊讲我的心什么？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用耶和华我的上帝做我的欢喜。这无分男女，对不对？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耶和华我的上主为乐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这个母亲节时，咱互传统的圣经的话，搁一解活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即这两段话中间，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，咱每一个人拢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是你卑微的囝子，我是你卑微的查某囝，愿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得到你的祝福，因为。既然敬畏伊的人，上帝怜悯要到万世代；敬畏上帝的家庭，上帝要祝福伊到代代无尽。今仔日牧师只有真简单讲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甲主讨圣神，
若毋是圣神的同在，人真困难，成做好德行、好品格的负责人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人真少认捌什么叫做真理，什么叫做智慧。今仔圣经咧讲起一个好品德的负责人，伊讲到三项代志。第一，伊是一个有能力、有威仪，能力威仪是外表的品格。第二，伊的嘴，伊一开嘴就有智慧，伊的嘴就讲人主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圣神洁净咱，互咱受好事、讲好话，互咱的品格就是咱活命的衫。今仔日伫即个无真济中间，咱毋是用歌功颂德的角度，咱伫上帝以圣洁的家庭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即间教会要充满最荣耀你的查某囝，就是阮的教会的姊妹。见若人行入来到即间教会中间，伊看到阮的教会，因目睭眼之为之一亮，因讲介水介好地好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。咱的水是对上帝来，这是第一个祈祷。咱甲上帝讨圣神的同在。当然，圣神的同在，互人人生有真多的祝福。牧师嘛，常常伫圣经中间讲到以赛亚11章第2节，恁会记吧？当上帝的灵来踮伫咱的中间，咱的生命要充满真多美丽水无比。愿天父上帝第一听咱的祈祷，将圣神赏赐互咱。也互咱在座的姊妹，当上帝甲你三角地地，你就有教示你的囡仔智慧，你嘛有管理的家庭产业的智慧，你嘛有智慧，当伫上帝的面前来表明上帝的尊贵，互人看见你是上帝宝贝的查某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第二个祝福。伊讲：主啊，感谢你赏赐我好的无比的生命。信仰毋是用帖字来解说啦，有一寡算命的人，有一寡好命的人，因真够帖字。但信仰毋是安尼，所以牧师拄则咧问恁讲，好这个中文到底什么？由来对来。圣经讲咧好的无比，伫今仔日中间玛利亚，伊因迄个天使，伊讲对大了后，万世代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牧师甲恁解说这个字。这个字足特别伫圣经中间，这个字叫做 Makarios， 这个字，这个字写伫什么所在？写伫圣经中间的巴湖。伊对希腊语翻做圣经的希腊语，伫新约翻做 Makarios， 但是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，人要称我做有福气。这句话伫圣经中间，伊一个足大的意涵，就是。这个祝福，这个福气，毋是人努力得来，是上帝赏赐。这个福气 ，Makarios 伫所有的圣经中间，伊咧讲，就是这个天下天顶地下中间上好的福分，伊就是对天顶来，是属上帝。关这个 Makarios 这个祝福伫在座所有兄弟，特别你的姊妹，恁将这个福气带入去到底。恁的家庭伫恁的婚姻中间，上帝做恁的瓦靠，上帝做恁的天父，上帝做恁家庭一切所需要迄个活命甲福气的源头。这就是玛利亚，伊伫今仔日伊讲：我虽然卑微，但是上帝若要用我，主啊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交托你，互我的一生，我所有要行道路伫你的计划中间。到我在做遮的天的节。青年特别是女青年，牧师要甲恁鼓励，大胆甲上帝讨。查某囡仔毋是穿水水，找一个嫁一个缘投翁嫁安，人生就结束啊。查某囡仔嘛毋是真够主家，你丈夫就出外去趁钱，下班回来你个置办了这个3顿，互你的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安尼哪定？查某囡仔嘛是一个真完整的生命的个体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在座伫今仔日，咱祈祷2项：主的圣神入我心，主的圣神入我的家庭，主的圣神入这个教会。第二，恳求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上帝将一个好的无比的生命赏赐互咱。毋是讲咱毋免努力，毋免讨谈，咱就会得到祝福，毋是。好的无比这个祝福，恁若认真读马太福音第5章，巴湖。
伫遐圣经中间讲3项伫人生中间足大祝福。有福气的人，第一，伊要看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真足想，看见上帝有啥物了不起咧？足了不起，兄弟姊妹！你若真正看见上帝，你一生都无怨无悔，你相信吗？基督徒最欠缺的就是看见上帝，看真侪圣经，啊，听真侪讲道，啊，伫教会内底看真侪基督徒，独毋捌看过上帝。一个若真正看过上帝的人，伊伫人生中间就不会眼高手低；一个看过上帝的人，伊对人生就有品味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吗？好得无比的生命，就是当你看过上帝了，你就知，这个全世界无比上帝更较好的。第一好，介好的，兄弟姊妹。第二，这个圣经福气 Macarius 伊所讲的是什么？恁就要称做上帝的家子。兄弟姊妹，天顶的祝福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就称做上帝的家子啦。用咱台湾话讲，天公啊囝。台湾人是一个真高拜拜的国家，你敢相信？台湾人真有宗教心，恁对什么所在看得出来？恁亚妈祖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来。若有艰难困苦的人，拢跪伫咧路中，就万妈祖婆怜悯，用伊的桥头甲我遮早，用伊的桥迄支棍啊，甲我安抚，甚至我英语讲 hug， 甲我拥抱，甲我联系，甲我触摸。兄弟姊妹，圣经讲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因要互人称做上帝家子。也这你敢捌听过人甲你讲你是天公仔囝？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家己讲就好，毋免别人讲。你要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一生一世，我属于你。到底你是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会当无爸爸，会当无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会离开我，但是我的上帝永远无离开我。也这你相信吗？第三项好得无比的祝福是什么？因为上帝国就是恁的。也这外人伟大，你敢知？上帝库房若是你的，你就叫做好野人，叫做阿舍囝。因为你的天父若是一个丰盛、丰富的活命的上帝，你敢会过得去食人生吗？兄弟姊妹，你相信？因为耶稣所讲，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你得到啊吗？我咱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讲到就是安尼，两项。上帝，你的圣心一挂心；上帝，你的圣心一挂心。你的圣心要带来一切所有的良善，你的本性。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你相信吗？圣经所讲其实不是解说啦，圣经所讲的嘛，不是一个口号。所以圣经所讲的就是活命的本质。咱有上帝，咱就有一切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一个祈祷，求上帝圣心入你的心。你就有好的心，你就讲的好的话，你的生命自然就有荣耀，互人看，水互人看。第二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我伸出双手。今仔日牧师讲的迄个8福，原来8福不是3福，不是8福，是3福。我要看见上帝，我要受称称做上帝的子，我要得到上帝的国度。上帝国度若临到，就平安，就公义，就四正，就良善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国度若伫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就和谐。上帝的国度若伫咱台湾这个社会，台湾这个社会就别安尼乱吵。兄弟姊妹，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姐妹都好得无比，每一个弟兄也好得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神圣的美福。对体力来神圣的福分，显示在咱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庆祝这个母亲节。阮除了鼓励阮教会内底姊妹以外，阮少年阮家己肉体所出，阮的父母，阮的妈妈。祝阮的妈妈检查有人还阁健康，阮有福气。因还阁伫阮身边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爱要及时。
对阮的士大人，毋是出一支喙；对阮的士大人嘛，毋是包一个红包。对阮的士大人，是对阮心中有足深迄种的敬虔的心。祝愿阮的士大人伫家庭中间受高举，伫阮的家族中间，互世世重视。愿阮的士大人是带着安慰甲盼望，伊无感觉讲啊，我遐尼久实在真痛苦。主帮助每一个教会长辈，因拢活伫盼望甲受尊重、受尊敬的中间。我嘛愿感谢的心来感谢阮伫一生中间有生阮、饲阮、教示阮的老母。主检查伊有离开阮，但是阮相信有一日阮要搁伫天顶相见面。咱为着这种的亲情感谢，我嘛相信爱是永不止息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祝福阮的教会，对古早犹太人开始，引导这种才德妇女颂，搁有玛利亚伊的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是一个常常会晓用上帝话祈祷的家庭。也古早人所得到的祝福，今仔日嘛要有缘伫阮中间。不但伫阮中间，伫将来阮的子子孙孙，这种的福气嘛要伫阮的子儿孙中间。祝福阮的查某囝，因有真正水的活命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互做有品格、有信仰的查甫囡仔，因有福气，通得到阮的查某囝做因生命的帮助。就伫阮的人生中间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遐的姊妹的家庭，阮的家庭是一个上帝你的恩惠，上帝你的慈爱，上帝你美好的话，伫阮的一生中间，对这事到永永远远无尽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